各位报土豆的朋友，各位时段，你会感觉有当时赶一个物件，哎哟，手煞无啦，还是有当时你要摕一个物件，拽着，这拢是因为咱的筋肉伤红啊啦。咱先来欢迎咱的阿贵教练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贵教练。看到你啊，我就想要甲你问事，问身体啦。因为我常常听到时段讲，哎哟，摕一个物件手都袂记力啦。啊无就是有当时拍一个骹手，手才关着、落着。我想讲，是毋是阿嬷筋伤红，还是咱筋架头食伤红造成的？有可能哦，有可能是咱的这个筋骨伤红的时阵啊，或者血路拢塌咧遐，塌咧食就塌咧食吼，啊规拢黏掉的，迄就是常常迄时段人咧讲，迄粘连有淡薄仔黏掉的，啊，就会互咱手吼，迄压起来的时阵吼，迄卡。吼，安尼袂顺吼，好，咱今仔日吼来学这个动作，学这个滚筒，双筋骨的这个滚筒吼。咱的这个滚筒呢，爱放在咱倒边的这个咱的饭匙柜的这个所在吼。好，来，主持人我赶快，咱先倒落来。倒来了后呢，甲咱手掌心哦，好来向头顶。好，啊手啊伸落地。伸到底了后，咱身躯有淡薄啊，敢若倒在滚筒头顶。嘿，啊，你摕着小可淡薄啊酸酸，有酸。对。啊，你的正手换好滚筒了后，倒手先离开咱涂骹，啊，骹打好，好来，咱来塞滚筒。迄敢若热头毛共款有无？即摆你热倒位？你热咱的这高毛。对哦。够酸的呢。若是足酸足红的，就是迄边血路吼，迄朋友啊，踢足久的啦。哦，有呢，有去甲按摩掉呢。开机去互按摩吼，不如顾自己家己处理家己啦哈。啊，你若是吼，你滚筒你动的时阵，你一定会感觉讲有一个所在较酸。你有找到无？有。哦，啊，你找到迄边的时阵，你停落来，骹床背坐落来，坐落来了后，咱第二招要来哦，骹放落来，手伸到底，手敢若地面滚共款，咱手射向涂骹，佮慢慢啊射起来。啊，你有感觉讲咱的饭匙骨有你动无？有。哦，尤其是吼，咱射对后壁的时阵，佮射落来，你会感觉讲哦，迄酸的感觉佮较济。啊，身躯凸起来，头咱向这边，咱来做正边。来，赶快慢慢啊吼，咱倒来倒在滚筒头顶，来正手掌心向头顶，哦好，啊身躯啊小可有淡薄啊，咱安尼放的倒在咱滚筒头顶，若是上头前哦，会去缀着咱身躯的麻。好，来咱即马骹打好，树林高赶快倒骹打好，好来倒手放在滚筒，好来啊塞滚筒。正手嘛足酸的呢，我就是正手会较好无？你是毋是用手机用伤久啊？对，啊，搁有拍电脑。对，所以有当时姿势唔对吼，咱嘛会互咱吼，这个高毛这个所在拔了伤红咯。哦，还有咱红棍吼，嘛会缀了拢规个拢拔掉的。啊，搁来就是爱地面滚对无？对，来下床背坐落来，找着迄红的所在，咱小看咱的手洗洗的，规支手拢爱洗哦。啊，咱搁2摆就好。最后一摆，咱慢慢啊，把咱的手放落来了后，吐身躯，慢慢啊坐起来。嘿，啊，咱就把这个滚筒先放在后壁，无惊等下伊会走去啦吼。啊，佮动遮肩胛头咧，有轻松无？有较松啊呢，而且我安尼动啊，较早拢会安尼哔哩哔啊，安尼放跑啊，即马拢无声，有较灵啊，对唔对吼？啊，我教你一招吼，咱即摆吼来这摇棍吼，摇咱规个这个手，甲咱这个两骨这个所在吼，甲咱猫啊共款咯吼，咱双手放在胸坎啊，咱要坐咱的马溜骨，哦，啊，你的这手好翘。哦，弯弯，爱弯弯，敢若抱一粒球是无？抱一粒大球安尼吼，啊，你的脚趾片会起的吼，直直向后壁，你吐开的时阵，就敢若把这球喷愈来愈大粒。哦，啊，停偌久呢？咱会伫遐只停差不多10秒的时间，哦，饭匙骨敢若吼对外口咧拆开，慢慢啊转来时阵手慢慢啊滑转来，去把咱的双手解开，啊，你用伫遐只洗洗，会感觉讲哦，迄喘气有更较顺啊呢。我感觉吼，我即摆输着的空气较济，较饱啊嘛，哦，清新的安尼，空气较好呢。有当时咱高毛这个所在黏掉的，咱就互咱这个喘气的时阵哦，规个有无拢拔掉的，迄舒气的时阵就感觉拢好忝的。我问你，若是厝内无济，我用摕迄其他的物件来代替无？敢有法度？较无适合啦。你若是吼厝内面无济吼，你就爱做迄款拄则阿贵教有无？
哦，这个动作嘛会用的了解，好，哇，多谢你呢，会啦，朋友爱记的，伫厝诶都是爱动动的，唔通一直坐遐看电视，看咱的电视是介好，但是咧动动的搁较要紧。咱先甲朋友讲拜拜好不好？拜拜拜拜，来，啉水啉。